家好，我係林永豪，咁我係九龍東排球嘅負責人，亦都係排球隊嘅隊長。大家感受到過一齊打排球嘅氣氛。我哋今日都喺聯網嘅比賽入邊都攞到冠軍。之前都可能都有第二、第三都有試過，咁第一就我印象中就比較少啲咯。中間疫情都停咗大概3、4年，咁所以而家再打翻，咁即係都好彩攞到第一都好開心。曾經我哋 KC 有一段時間係落後噶嘛，其實盡量保持正面啦，因為喺呢個場上面都會一路喐住啊，一路個波都唔會停喺度等我哋㗎嘛，咁所以自己只能夠即係可能保持冷靜。喺我中一嗰陣時啦，當初就都係喺中學嗰啲體育堂咁樣啦，係啊，咁當時阿 Sir 就話：有冇興趣打下排球啊？咁嗰陣時唔識嘅，咁就玩咗之後就開始覺得都幾有興趣啦，咁就一路打到而家就都差唔多22、23年。即係我比較自己中意啲團體運動，大家成隊有 team spirit 咁樣齊上齊落，咁覺得呢個係幾引人入勝嘅運動咯。